我来练声，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我是小嘉。今仔日要来讲到地动吼，甲这个风台，这两个天灾呢，是咱台湾真正发生的，而且嘛是咱台湾人这世人吼爱去面对的功课啦吼。顶个月伫咱花莲有一个规模7.2的地动，应该有真侪人去惊到啦吼。这边的地动呢，是经过这个9.1大地动了后上大的哦，对咱台湾嘛有造成一寡伤害，嘛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是讲小嘉，伊对这个9.1敢阁有印象？我迄当阵差不多是咧半暝点外，当咧困，阮规家伙仔拢惊甲精神咧，我就想讲去变数一下。结果才坐伫咧马桶尔，就阁摇安尼。迄当阵就毋知影讲到底是要走，还是要继续坐伫咧马桶顶悬。迄当阵就是人生的走马灯安尼，一直咧走。对啊，迄阵头壳内的画面都足济，是讲好佳在啦，厝里无啥物损害，只是讲失电足久诶，较无方便。是讲即几年发生地动了后，失电的状况嘛较少安尼。嘛爱感谢辛苦的台电工作人员呢。你咧，敢有啥物印象？我的印象就是迄阵吼咧困，风乌起来，落楼骹。我就看到阮阿公啦吼，阮老爸甲阮阿叔吼伫创迄个铁门。因为迄久吼地动了就失电啊嘛，铁门都拍袂开。哇！印象上介前面就是即幕啦，即个画面安尼，后壁吼都无啥会记哩啊。阁细汉啦吼。对。咱台湾若地动时常有，风台嘛是有，以前细汉的时阵，我阁会记哩，有一摆拄着风台，结果做大水，迄嘛是足严重的呢。若是讲到即个风台吼，即几年吼，大家印象较深的吼。是即个莫拉克台风8风灾嘛，迄久高雄的一个砖头，大水冲了，规个叫人袂喘气。伊迄个砖头敢若是叫做小林，叫小林的对。若是讲到阮遮吼，灾害较严重的是1996年的即个赫伯，赫伯迄粒风台吼。造成尤其山区啦吼，最严重诶，人诶徛家啊吼，人诶厝体啊，拢规个叫水冲去啊，无就是叫迄个土厝楼啊，规个抬起来，农作物嘛损害甲足严重诶。风台带来诶灾害，若是伫咧山区，真正就是上惊迄土厝楼，还是讲水崩山，这都真正无地防啊，这牵涉到水土保持，毋通过度开发山区的问题啊。山区是安尼啊，因为山区拢有树仔嘛吼，树仔就会电筋，电筋就是讲甲遮个土啦、石头啊啦吼，就甲因掠掉诶。因为一寡树仔啦吼，去用错掉，拢甲种槟榔，因为槟榔吼，伊即个茎吼无亲像讲树仔安尼，会当甲遮个土啦、石头啊甲撩掉，会当安尼甲定紧落。所以变若讲有风台啦、地动啦吼，即个山区遮个土吼，会较软较松，就会规位山顶安尼冲落来。所以若正经讲吼，风台来啦吼，咱都毋通出门。因为即马咱气象吼，拢会报讲当时风台要来嘛，咱都通伫即个风台要来进前吼，先来去，比如讲来即个大卖场吼，还是讲其他的遮个小卖店来串一寡咱要食的物件来做即个风灾的准备啦。对。毋过我真讨厌讲伫咧放风台假的时阵阁有人要出门去踅街、唱歌。
看电影，还是讲要叫外送。我咧想讲，政府若是要放风台假，就是爱你好好啊踮伫咧厝里，毋通四界乱扫，因为你若出门，可能会拄着危险，有啥物件落落来啊，甲你讲着啊，是安怎你若是要照常生活啊，就毋免放迄个风台假啊，对无？对啊，因为风台假即个理路就是叫大家莫出门嘛。对啊。因为咱风台拢是提早这一两工咱就知影讲有这个风台要来，所以咱有迄个时间通准备来款这咱需要用的物件。伊毋是讲像地动安尼，话来就来嘛。对啊，地动真正较麻烦呢。是讲即摆的科技发达，阁有地动的警报，伫咧9日迄当阵是啥物拢无呢？对啊，所以我感觉即摆的人真正足幸福的啦。政府伫咧这方面嘛做了真好。其实地动警报这个物件咱台湾是全世界排有着顶的呢。是对。其实这地动警报的用意伊毋是要甲你通知讲即摆地动来啊。伊这个警报的用意就是讲，伊是要甲你讲，你即摆的位置可能会摇掣甲真大力有灾害发生的风险爱你伫咧现场赶紧找所在找暗号来保护家己。嘛是说要甲大家讲咱这个地动的警报是规模5以上。你现处时的位置，伊测准度有4级以上，才会收到警报。所以有的人讲伊无收到，事实是你即马住的位置无到4级，才无收到。毋是讲去互国家放袂记啦，是讲未收到警报，到真正感受到地动的时间是足短呢。咱平常时敢爱准备啥物啊？这都爱讲到风灾这件代志啊大家应该拢知影讲9月21是咱国家风灾日。这天除了讲纪念这个921以外，嘛是咧提醒大家，咱平常时爱有风灾准备，比如讲会使穿一卡避难包，这当着天灾还是战争的时阵，拢挺好用。对，你敢有穿一个避难包？讲到这有因为最近地动的代志我就开始穿这个避难的物啊。前一阵伫乌熊学院有买一盒的这个防灾卡啊。这个防灾卡呢，伊这内面有这个比如讲手笼啦护目镜片子甲腿整合做伙一个多功能的计时头个手电个一个过滤的嘴甲简单的医疗用的一寡消磨品我会去买因的这个产品，就是讲伊这是拢贵套的啦。而且伊逐项物件拢有甲你讲这是搭一间公司做的拢写甲真清楚过来伊的介绍嘛无贵所以我推荐大家会使去甲参考看卖咧若是讲其他的一寡食物啦大料啦就家己个另外去买，另外去传安尼。我毋是咧做广告啦只是讲互大家参考一下安尼。是。是听起来袂歹呢毋过就会记你毋通囥过期，譬如讲食物还有水你的时间差不多会使掠半年啦检查看卖敢有过期。若需要囥电池的，亲像讲手电嘛爱检查一下。对，咱政府嘛拢有咧教大家讲要安怎穿这个避难包嘛我会记你伫这个内政部的网站有伊有甲你讲你这个避难包内底爱穿啥虽然讲穿这个避难包是无讲强制大家一定爱穿啦，不过我认为咱台湾咱这粒多数就是爱面对这个地动、风台这款的天灾，所以讲有传较赢无传嘛。嘿，对。其实我家己经过9日一个地动了后，我有做一点小小的改变除了讲你讲的迄个避难包
有一个应该安怎讲，一个新的惯势，就是要困的时阵爱穿衫。啊，若无要走的时阵吼，搁爱穿衫，较浪费时间啦。嘿。啊是讲你若讲平常时吼，拢惯是无穿衫伫困，啊，你会使讲衫裤哦，放伫眠床边。啊，真正若无拄好拄着这天灾，哦，你就会当赶紧甲衫穿起来安尼。对。我个人是认为吼，还是穿衫较好啦，毋免讲穿甲少，敢若出门要迄款的衫，就是讲上无爱有穿物件伫咧身躯顶。因为你若要走的时阵，你搁爱开时间穿衫，其实迄个袂赴呢。无有的人就是伊的惯势人，暗时咧困的时阵吼，若无穿衫，伊较快活。对啦，迄就一种习惯啦。啊，所以讲，就是要甲大家讲，你若讲惯势讲暗时咧困，无要穿衫，你就衫裤甲穿伫眠床边安尼。对，我嘛捌听过有人安尼讲。好，嘛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啦，吼，啊拄着遮个天灾，会使甲灾害降甲上低。好，安尼感谢大家收听，咱人生拍水果，后回再会，拜拜，拜拜。